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你敢有看到一个小小的案件？其实代志真大条。小学学生投毒去害东窗，法院判决无道歉的3个要赔6万外块。结果监察院的报告有内情，原来受害者共教唆才受报复。这么小学的老师甲家长哪会什么消息拢无呢？是安怎一回事？而且还阁毋拿一个案件。那么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日本教育基金会教育与人权政策专委李正元，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屏东县教育产业工会理事长郭伟珍，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的副理事长王碧元，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袂晓教囡仔行动联盟理事长陈怡，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在2023年已经将要2年了。台中市有一个小学发生了查某学生甲查甫同学发生了纠纷，就甲另外3个查某囡仔学生呢，甲这个查甫的当初的地库来下毒。那么今年的6月，台中地方法院一审来宣判，其中3个也无道歉。查某学生要赔6万几块，不过4月份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发现，这个查甫当初就伫代志发生进前就讲教唆的行为，那么这个班级也长期伫咧无稳定的状态。2023年5月，台中一间国小爆出有高年级的学生用下毒的方式报复同班同学，一个 A 同学甲A 同学发生纠纷，甲另外3名同学上网来找毒物相关的资料，最后选择用黄金锭的汁掺入这个被害学生的地沟内底，要互伊啉。医师表示，常常看到的黄金锭虽然毒性无偌济，不过也是会造成消化系统的伤害。汁液里面含有一些草酸钙的结晶体，吃到以后它会刺激我们的那个食道啦、口腔的黏膜，造成一些刺痛感，或者是说会造成我们那个发炎啊、吞咽困难。被害的同学啉落了后，感觉身体无爽快，不过加害的这个 A 同学也想要继续安尼做，互其他的同学发现才准拄煞。教育局已请学校加强该班学生人际关系及个别团体心理辅导。不过，今年4月，监察院公布调查报告指出，这个防下毒的A同学捌长期对 A 同学拍头、求头脏、有性骚扰的行为。不过，班级导师却无伫第一时间通报。调查报告嘛讲到，伫黄金锭事件发生前后，这个班继续发生几件事件，包括学生言语骚扰老师 ，A 同学互共班的特教生摕灭火器、米工刀攻击。监察院批评这个导师毋但霸凌学生，阁行政失职，学校要和解，但是无完成调查的处理方式，嘛互代志阁较恶化，甚至发生家长上法院诉讼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其实看这新闻大，可能观众朋友会看较灰煞煞，因为内面毋拿一个案件，这个班级内面坎坎切切我先用这个图表，互大家来小可有一个概念。代志这黄金锭是一件，另外阁有，咱先来看这黄金锭这就是甲方的家长，这受害者因为伊啉着了就随去通报，就速度通知家长参加修复式的会谈，以和解代替着调查。以和解代替调查，什么叫修复式的会谈？这专业的这个语言小等来请4位来给咱解说一下。然后以和解，就是所谓大家就卖处理问题。那么这个甲方的家长最后对这个涉案的学生这3、4个，因为一个有甲道歉，所以敢若告迄3个，
所以就头仔你看，这6万几块。那么，这个假性涉及就是这个受害者，其实就对这个乙、丙、丁这3个学生有共教唆，而且不是一摆，这个事后1年外，佫无完成调查，这个学校我嘛唔知咧创啥物，咱唔是要来指责上好明仔载恁这学校有人会当起来讲那么台中市的性平委员会以老师目视学生性骚扰而且申诉，罚这个老师10万块。这也是行政法啦，这嘛唔是讲正式讲有去法院告官然后，这该班级的导师交一生的家长投诉无责任，伊讲你安怎叫投诉。那么另外该班级的导师交有佫另外一个有这个学生家长投诉霸凌因为你对阮的这另外一个案件好啊，上后尾一个重点，事后2年外，各教授2度发文退回补偿，也未完成。到底你是处理甲安怎？这听起来有变做3项，就是讲老师叫人投诉这个代志也未完成。另外学生囡仔，咱先简化啦就是一个黄金角，就是黄金庭这个代志。甲这个囡仔受害者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郑专家，你是从头到尾，你是咧看这个案件这案件因为这是发生伫2023年吧，我无记唔对是几多当进前。其实大家讲，这个案件发生的是因国小5年，因进入拢读国中啊，已经超过2年2冬啊。然后这2冬之内做啥物代志咧？大家看到，其实这个代志，就是看监察院的报告了，其实我哪知影，原来内底这么多问题一般人大家都知影是黄长，伊伫咧落毒的问题嘛，结果发现到内底佫有霸凌的问题，佫有足侪性平的问题。这是，阮一般来讲足少有发生这种代志，因为一个班级内底，甲几个学生26、27个。有可能遮侪学生发生代志咧，我感觉是这个班级咧老师的经营中可能有小可问题，这是我第一个。这我先甲观众朋友讲其实不管是小学生啊、中学生学校内面这囡仔报鸟厝啊、弯来去足侪，老师不堪其扰的都足侪规工安尼呀。但是会处理到安尼这实在是我头一摆我看到这个调查报告才高啦，我看到也昏倒。老师在哪里？学校的长官在哪里？学校的行政人员在哪里？报去了哪会安尼？速度拢无会啊！这煞来互你讲。其实我当初要接的就是讲，其实我嘛知影老师进伫学校内底教囡仔是足辛苦的。你爱处理，你爱教册，你爱处理因甲同学内底的纠纷，佫有即种有诶无诶代志，我对家长讲，你有做诶代志，我拢会了解。毋过，因为我阿弟嘛是，阮囡仔嘛是咧读国小嘛，我阿弟嘛是家长会诶委员，其实足清楚学校到底是做啥物代志。因为即件代志，咱对头看到尾，咱看老师，看学生，过来咧，你主任伫对，你诶辅导人员，你诶辅导师伫对，伊做诶代志，其实你爱。互即个老师一寡支持啊！伊伫现场处理遮侪代志，已经无啥，你才有啥无到3工，你学校伫对。其实即件代志，阮看了嘛，感觉奇怪学校的改成伫即件代志内底消失去啊！无看到学校，无看到校长，无看到主任，人拢无去啊！变成老师一人面对徛伫遐，伊佫袂晓处理的时阵，最后就变成安尼啊！我其实我上大的这个感慨就是讲。这囡仔家己自力救济，搁去研究，这个夹竹桃，是黄金角，黄金锭，是讲啥物较毒，有诶唔通较毒，搁第2摆去要偷诶时阵，搁甲制止讲毋通安尼就会使啊。其实这查某囡仔本身可能惊吓，真愤慨，真愤怒。但这个中间煞拢无人甲接调的，这班级的这个经营老师敢有法度讲，
虽然讲20几个尔啦吼，像阮咧读册迄阵是60几个啦，吼20几个，但20几个嘛是真。我想要问郭老师，郭老师那在你的经验，你会认为是这个老师本身有问题到学校来甲放弃啊？你这班你就是放牛班啊，我就卖插你啊，互你家己自生自灭，敢安呢？咱当然是袂使放弃任何的学生啦。其实我看，我是讲放弃这个老师，放弃这个老师，就是放弃学生的意思啊。因为一个老师配一个班嘛，这拢是配好好的，对啊。其实看到这个事件，我嘛是感觉真遗憾啦。嘿，因为这个事件其实了解了，会发觉讲，其实这个事件内底钉钉塔塔嘛，伊迄其实有足侪前因后果，造成最后咱看到的，拢是这较无好的结果，对啊。啊，我嘛是咧想讲，因为其实据我们现在拿到的资料，差不多看的可能拢是讲，其实迄3个查某囡仔伊是有甲老师讲，啊，毋过老师伊就是无通报。这件代志其实，我有详细去小可想过，嘿，其实即摆的老师啊，因其实即摆伫学校内底，除了教册，伊搁爱接受足侪训练，嘿，譬如讲，像咱的性平事件来讲，每一档学校一定要办4点钟，这是互老师，毋是互囡仔。对，啊，所以讲老师就算你无伫你家己的学校，其实你嘛会当出去。所以讲，其实咱看性平法，即摆已经实施21年啊。对，所以讲即个物件是一直拢咧宣导。嘿，所以讲其实现场的老师，你讲，伊毋知影通报吗？伊其实拢知。所以讲，咱会搁去想一下讲。那既然是知的话，是安那伊个会无做通报这样代志？所以讲我就我伫咧第一现场的看到的，我小可想一下啦。嘿，因为这个老师伊是对是毋对，啥物我无要论断。嘿，其实即摆现场有一寡老师伊确实是较无够敏感。嘿，我家己以早教册的时阵，迄件代志毋是性平的代志，啊，毋过迄件代志是一个。老师对学生一个霸凌的代志，回去的时阵，家长看到囡仔的腹肚皮有一个掌印，足受气的。结果伊就随甲迄翕相的老师，结果老师第一句话甲伊回讲，那也还好吧，对啊。啊，咱会当去想一下，你大家其实拢有同理心啦。你若是一个家长去接到安尼的老师安尼的讲法，你哪有可能讲哈？那有可能是安尼，对不对？所以讲有可能是老师的敏感度，伊拢感觉这小可代志尔，嘿。啊，搁有一个就是，其实因伫咧迄个要通报的要通报，要选择要通报无，这其实伊搁牵涉着足侪无共方向的一寡压力。譬如讲，家长。其实家长无一定会谅解哦，嘿，虽然讲即摆咱的性平意识真好啊，啊家长即摆嘛拢知影讲，学校爱处理啊，你爱通报，这拢知影。啊，毋过我以前家己做迄个新教组长的时阵，嘿，我有接过一个案，啊，迄阵我嘛是爱协助，就是爱甲家长去报告。结果家长接起来时阵拢好好，我就讲，按定数咱一定爱一定爱通报哦。结果家长讲，哈，这还爱报警哦。嘿，安尼我的囡仔有按底无？其实因是知影即个定数，啊，毋过因毋是真正做了解讲，即个物件到底是啥？啊，听到这是家己的囡仔，伊当然会紧张。所以讲有当时啊，咱第一线的老师可能咧甲家长沟通的时阵，可能嘛有种压力讲，我若报了，伊是毋是感觉讲会反弹起来？对，我是毋是我教册袂晓教？啊，伊的囡仔伫厝因拢作乖，其实咱拢知影囡仔嘛。伊伫咧学校，就是一款；啊，伫咧厝其实是一款安尼。啊，过来就是学校的行政，敢会互即个老师压力，这嘛是会哦。像拄则咱有讲到，咱即件代志内底看到囡仔，看到老师，无看到主任，无看到辅导老师，啊，因拢走去倒啊。其实有当时是安尼，我以前家己做新教主任的，迄个组长的时阵，嘿，啊，阮嘛是有一个老师做鼓水的，我逐工放到差不多4点半。结果伊4点半了后，伊就坐来我的边啊，讲，郭老师，那个我等一下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我差不多知影啥物代志啊。
因为因班可能有疑似的性平的这个代志，对，我一处理，我回去的时间差不多是5点半还是6点，对。啊，当然我会较笑，我会甲伊讲，这本来就是应该爱通报的，所以讲你毋免惊甲我讲，嘿，啊，毋过你的时间抓较头前的，毋通大概拢人要放学的时阵，你等甲真正拢无人，嘿，我会当好甲伊讲，啊，毋过迄嘛是我的下班时间啊。啊，伊会感觉讲，啊，我就迄阵时啊，可能无闲规班安尼，伊硬嘿嘿安尼，我有法度。对，嘛是有这个可能，所以讲其实伫咧现场足侪问题，这有当时啊是咱雄雄讲出来的时阵，咱看到的面相就是就是安尼。啊，毋过其实伊背后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啊，佮讲回咱的，譬如讲行政的部分，好，就算行政，譬如讲像我拢鼓励老师讲，其实法规本来就是讲，若是有可能是，你就是爱通报，你莫家己去判断，因为有一寡老师讲，无会变做假案。对。其实咱嘛毋知影后来人是安怎感觉的，对，而且每一个人其实想法拢无共，所以讲阮就是你嘛袂使事先调查哦，这甲其他案件是其实无共哦，所以你若一发现，你就是较紧通报。啊，毋过学校咧要来处理这个代志是爱开钱的，嘿，我之前拄到的案件可能较少，所以讲这个案件其实后来家长听了后，伊就讲无啦，这囡仔咧互相。讲声笑啊呢，嘿，对。啊，毋过若是真正迄个要调查的话，其实像我家己去做迄调查人员，我家己一个人的出席费就要2500一届，嘿，啊了后，其实伊迄一个规个迄个。迄钱是对倒出？学校，所以讲学校咧办这个代志有压力无？当然有啊，因为伊可能。学校无编这个医生。伊其实有编，啊，毋过伊无可能编甲足。因为学校的医生就是安尼嘛，你甲这个所在变甲足悬的，安尼其他的所在就是伊就是减掉其他的所在，所以讲这是一个我感觉真趣味的现象。伫个实际，咱有这个机制，啊，公部门无互学校编这个医生的这个业。伊有编，啊，譬如讲伊会去小可对，譬如讲一学期甲伊讲2案好啊。嘿，啊，我小可算一下，处理这件代志，差不多一案就是爱1万块。啊，若真正无钱的时阵，就是爱家己想办法，就是安尼。所以讲，哦，郭老师，你唔若讲到人的代志，啊，讲到钱项呢？对啊。但是吼，其实我事前我有先问过一寡亲朋好友哦，知影学校内面，因为咱的性平委员会吼行得真头前，所以吼，迄囡仔吼。有诶啊，小可身体稍微吸一下来，一日到晚就足济啦。嘿，我要问咱的这个副理事长吼，恁有定定咧处理？你比如讲，你平均一个月爱出席，你若出席，敢有领学卡呢？有。吼，啊，你若超过1摆爱出席的话，超过一个月爱出席几摆？其实我补充一下哦，因为拄则嘛有讲，就是阮调查室。代志的时阵爱户籍嘛，所以即马教育部佮有地方的教育局，伊其实的做法是讲，我去训练你学校内底家己有即个老师有即个资格。若是你家己学校的老师内底有即个资格的话，你去调查的话，学校是毋免搁另外摕钱的。啊，毋过拄则，譬如讲今日即件代志若是较严重，伊一定爱外部的，即个时阵阮才需要付即个钱。哦，即马教育的现状是安尼。系啊，我都想要补充的是讲，其实阮讲。即马拄则主持人嘛有讲嘛，学生可能卡一个，伊就会感觉就代志大条，一定要甲老师讲。其实阮感觉这是好诶，你若已经开始知影讲，即种代志，这是我的身体，我爱保护我家己。我若是拄着即样代志，我甲讲出来。毋过讲出来了后，后壁啥物甲伊截掉诶，啥物甲伊处理，这是较是重要诶。阮看即件代志内底，即个学生伊最后伊是直接甲伊透度。毋过伫咧透度进前，你感觉学生伊真正都无讲过吗？伊真正都无。试过无试过其他的处理方式吗？我感觉唔是，一定试过足侪方法，毋过每一个方法都无效，伊到最后伊选择即个方法。所以我想要讲的是讲，阮看到的是透度，因为透度这件代志上严重啊，所以阮看到。毋过其实恁那的委屈，恁那的创伤，已经伫咧伊做出这件代志进前，就已经发生啊。伫咧伊做出这件代志进前，伊心内的委屈，伊心内的创伤，其实早就已经存在啊。那我会看到讲，为虾米？性别平等的这件代志，即摆咧学校内底可能就侪人感觉讲，恁那伤敏感啊，恁那啥物代志就爱报，啥物代志都爱处理。毋过，我嘛是会看到讲，就算讲阮安尼感觉，毋过我嘛是会看到讲，今仔日即件代志，
恁若讲出来是无人家己接掉的，恁若讲出来是无人要去听的，系啊，所以我嘛是会感觉讲。一般来讲，学校的这个班级的经营，一个老师要母操20几个学生，你会感觉，尤其在座拢老师出去，敢母会来？我感觉迄你可能无法度每一件代志你拢去看到，毋过我感觉规个班级顶悬的氛围是老师会使去看到的。譬如讲，这件代志内底除了甲咱性骚扰以外，嘛有甲特殊生霸凌嘛，所以我会使看到的是讲，这个班级的氛围，若是老师伊感觉小代志，伊拢感觉会使无要紧，我无要去插。安尼学生也感觉讲，这个尺度我哪像会使搁试看卖哦，哪像安尼老师嘛袂感觉安怎，我哪像搁做较济嘛袂互人骂，嘛袂互人骂，那像无要紧。所以我感觉迄个班级的氛围是，迄个敌意环境，阮讲迄个敌意环境是为足细代志，慢慢伊去互一个建立起来安尼。系啊，所以我感觉其实老师爱做的，像拄则我嘛认同讲老师爱做的代志已经足济啊。毋过我嘛是感觉有一寡代志，迄是无法度等的；有一寡代志，迄是无法度妥协。就算讲，就是已经有伊优先的顺序，伊是爱放在头前的。我知影代志爱做就济，毋过有一寡代志，迄是无法度妥协。但是我安尼听起来吼，我遮讲代志的老师也足济吼，我安听起来，其实即摆一班上好要有2个老师，敢会较好？你认为呢？那是。教育部有这个预算，阮绝对支持。因为你也班级数的学生啊降低就好啊嘛，卖教2个老师啊，你讲问题是真按做袂到啊。这应该是牵涉更较大的这个预算啦。但是你若讲班级会当有1个半，有1个半的老师，迄个半的老师就加减看啊，你这哪无处理2个？难道讲2个拢夹穿，2个拢斗好讲，等下甲暗看，应该是较无可能，因为这我头内面看吼，内面还佫有美工刀的事件，啊个灭火器的事件，吼，还佫有老师甲这个学生的冲突，这个显然这个老师已经是规个人已经举讲啊，才会安尼嘛。那难道边仔的人无甲？如果若有加半个老师，我是安尼想啦。但是我要回头来问讲，咱这袂晓教囡仔的行动联盟，咱的理事长吼，咱家长伫处理，学生囡仔转来，应该多多少少拢会看到这个无共款的这个代志，可能说，这个怪怪，这内面敢若无描写到这个家长吼的代志。当然啦，这个监察院的报告是先问一寡学生囡仔啊，甲老师，无去问个家长。咱做家长的伫处理，囡仔若接转来，咱会当甲观察啥物？啊是讲，无你就加解开讲，加解安尼，啊是爱平常时爱做啥物代志？我想要先讲你拄仔迄个问题，就是若是有2个老师会较好无吼？但是我甲你讲，即摆幼儿园就是一般有2个老师，但是代志嘛是直直发生，所以讲2个老师应该不是重点啦，重点应该是讲每个老师。我的经验是，一个老师会有一个反应，啊囡仔来讲了，我就会当去问另外一个老师，另外老师的观点就无共款哦，咱就知影讲哦，这个可能这个事情唔是囡仔讲的安尼安尼，啊，佫有其他的面向。我的意思就在遮啦。嘿，但是阮是感觉讲吼，老师应该阮爱互老师。较侪信任，然后较侪相信他的专业啦吼，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专门重点是安怎，每一个老师拢好好啊，家己观念是正确的，就唔需要有另外一个人再去监督他啦。这个其实是在教育现场里面对老师也无信任，是起码老师感觉就我唔是对监督的这个立场来想的吼，这也许唔是另外咱要来讨论的。我的意思是讲互相分担嘛。互相一个人头莫照顾20几个啊，13个、十几个啊，头互相帮衬。嘿啦，那是教育部有钱啦嘛，是在那边做，但是即摆无钱，就有另外方法，就讲比如说辅导老师、辅导室啊、身教组长、身教主任这安呢，其实他们就是应该要进去协助的人啦。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场里面怎么样去补充这些人力，是一个方法。那但是你甲我问，拄仔甲我问讲啊，我有2个囝吼，一个3年，一个
难移，啊，要安怎了解伊平常的生活，其实真正是甲因加开讲啊吼。阮两个囝就是自细汉，阮每一天都一起吃晚餐，啊，讲足侪话的，啊，阮分享一个经验，我3年的囝，伊伫学校啊有一个社团老师，啊就派，伊就甲我讲，这个老师就派这个团哦，派迄个团哦，啊，我就说我帮你处理嘛，伊讲免，我不爱去这个社团课，啊，这时候家长要安怎？我相信伊啊，啊，伊就不爱去，我就讲好，啊，社团课你不爱去 ，OK， 就过了2个礼拜，伊甲我转来甲我讲，迄个老师已经袂当搁去阮班上教。学生因为伊就拍别人，安尼就处理啊，呢，啊我就讲，你遇到家长就是心甲小孩跟你讲什么，你就爱相信伊啊，帮他处理这些问题，那伊就会较甲你讲这一代志。那今天这件事情，我要讲一个吼，我因为这个案件，我去看2023年6月时的新闻，迄阵敢若报黄金葛下毒，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以为没有性骚扰，大家不知道，以为现在才知道。但是我找到一个2023年6月的新闻，其实已经有写出那个时候女生写给男生的纸条，里面就说。我真的不喜欢你好，就是我以后不会再对你下毒，可是你也不要再靠近我，我真的不喜欢你。就是他已经露出那个，如果有敏感度的老师，他会感觉得出来，这已经是性骚扰，已经是学生之间的不当追求。但是迄阵新闻讲出来，纸条拢打出来。拢看，我今晚会当看吼，啊，但是无人感觉这件代志，这是啥物？就是现场的老师、啊，伊的家长，啊，搁有新闻报道，甲所有看到的人都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啊，就是拄啊大家讲的，老师的敏感度，甲家长大人对于性别事件的敏感度，这最重要的。啊，今晚。代志是安尼，就是讲，基本上因为我们性平教育已经推了20年，其实小孩他都已经开始比我们大人有概念了，才会说哦，你给我卡一下，我就会讲，跟你讲。但是这个拄啊讲后，老师安尼就痛苦啊，就这代志爱处理，但是不是安尼，你哪个教育做好，那学生之间他会知道，我这样碰你，你就会讲，然后他就知道不能这样碰你。如果前端的教育做得好，那根本现场老师不用处理那么多事，所以我们才说每个学校里面的那个性别平等教育4小时每学期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啊，不能回避这些身体界限，不能回避性器官，不能回避这些需要怎么样彼此尊重，啊，现在现场教育常常漏掉这些事情。嘿，我因为吼，我可能也戏剧看济啊，吼，编剧我有咧编剧吼，我的直觉，我的感觉是讲。这个班级绝对还佫有其他的内情，吼，因为咱一般看新闻的人看过就准煞，吼，无我的代志，吼，啊，原本咱嘛看了，伊也无通报啊，我嘛无法度手准伊个，但是一般咧参与这项代志内面的利害关系人，伊一定知，伊一定有感觉，伊无可能，就算讲。5个内面有4个无感觉，嘛有上无嘛有1个有感觉，吼啊，除非讲这个有感觉的人，敢若是囡仔，那么应该还佫有其他人，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讲，这个班级的迄个经营，应该还佫有啥物其他的机制，通好来治，咱咧讲，即那个出错啦，吼，治错，就知影讲，当这个系统有当失灵的时阵，要安怎来甲治错？哦，甲它治害，敢有可能？还是讲无？这就是特例，安尼咧，在你的了解。在我了解，就这个班来看，我感觉是特例啦。因为一般我熟悉老师啊，我接触过的老师，其实袂甲遮严重。因为我讲严重的意思就是讲，像郭老师那知，一个班遮侪问题，遮侪代志，啊，你有性平，你有霸凌，你有啥物？通常吼，一般。一个班级出一件，老师就冇咧烧啊，伊就咧处理袂了，而且处理好嘛爱合作处理啊，你主任嘛爱来啊，啊像咱讲的，老师讲爱通报嘛，通报了爱开会嘛，开会爱先判断伊到底有涉案无，有涉案了再调查了调查报告爱偌久爱出来，这拢有一个规定嘛，啊你机制启动的时阵，规个班级其实就变成好嘛小照顾一下，啊问题是。
我感觉啦，我感觉就是讲，老师这个老师其实伊有透露出一个讯息，就是伊做需要被强斗3工，伊可能按个袂晓讲，伊唔知要怎讲，结果学校无出手斗3工。所以我头下唔知讲是唔是学校调工要甲放上。这我唔知，因为我唔捌这个老师，唔知状况。按个就一般来讲，其实我嘛感觉介奇怪。但是我要问咱专委吼，是这事件2年外，国教署2度发文退回补偿，仍未完成。这个学校，这安尼敢正常？今日其实当多来迄个荣耀进前，我无甲陈怡咧讨论这件代志，我奇怪，咋遮久？对啊，这应该这无应该吧？宗教大附小理论上是台中教育大学的附属学校，伊的资源是其实比一般的国小来讲加足济。啊，为什么进得个还袂出来？我嘛感觉介疑问啊。其实我嘛唔知为什么啊。啊，其实陈怡因讲阮有去问个教育部遐因嘛是还袂还答啊。其实嘛唔知啊。哦，这就是系统失灵到这个程度，讲奇怪，我国教署叫你爱回程爱补偿，其他的物件我问你，你爱无甲我回答，啊是校长拢真无用，还是安怎？尤其这算作是国立的呢？对啊，国立的。这是国立的小学嘛？对。哦，伊是迄个大学的附属小学。但是头下郭老师啊讲每一个老师拢有4点钟下这个性平，是教这个基卡，还是教这个概念，还是教班级的经营？拢有吗？其实无，这嘛是我其实无啊，嘿，应该是。无是咧上啥物？对，应该是安尼讲。其实我嘛是发觉讲，咱第一现场的时阵，你实际你做的时阵，甲咱的可能理想拢是有差别的。这其实除了老师的4点钟训练了以外啦，其实伫个课程内底，囡仔嘛是就是。他们也是都要是这些性平教育的，像咱这个法规内底，其实伊除了处理这个什么性骚扰啊、性霸凌这个代志了，回归到伊这个法规的名，伊就是一个教育法嘛。所以咱当然嘛，咱回头看嘛是爱，就是重视伊其实是教育。啊，所以讲咱会当看囡仔要学的物件是遮济。第一个，你头互咱看要学啥物物件？像第一个其实是情感教育，这嘛是我家己去做讲师的时阵，我查咧甲第一线的老师讲的。咱伫个教育的第一线，咱拢咧迄个宣，咱拢一直咧宣讲咧讲啥？譬如讲性骚扰防治、性侵害防治，你若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你要安怎保护家己？啊，毋过其实伊内底伊迄不一样的面向足侪，包括像性别特征、性教育、认识及尊重不同性别、性别特质、性倾向教育。所以讲，其实咱的性骚扰啊，甲性侵害，其实就是遮内底的2项。遮引起的。有诶，就是感觉你去一工无共款啊，我就甲你教唆啊，安怎？对啊，所以讲其实这内底拢是真重要的概念。啊，毋过是咱即马实际做的时阵，拢是做咧宣导的。因为简单来讲，上好，迄是上具体的嘛。上好去，譬如讲去翕相的啊，譬如讲，咱今日这 PPT 顶管有一个大大的叉叉啊，还是有一个禁止符号，咱拢爱足注意这个代志的。安尼是不是咱就？做好去讲哦，我拢有宣导。啊，毋过第一个，譬如讲情感教育，我感觉这较是重要的，因为咱伫咧这个事件内底，咱会当看到讲，其实迄三个囡仔，伊是忍真久啊嘛，对。啊，毋过迄个查甫囡仔，伊可能伫咧这个行动的时阵，伊心里面在想什么，对。啊，佮有伊咧做这个不恰当的行为的时阵，譬如讲，咱当然是看到老师像是无发觉。啊，你若发觉的时阵，咱是毋是应该爱去教讲？你甲人的相处是安那较是正常的，毋是讲哦，譬如讲我足介意你，我要甲伊做朋友啊，我一讲甲伊念条条安尼啊，其实人嘛会不舒服嘛，对啊，所以讲这内底有遮侪的物件，啊，毋过咱所有的一学期差不多20个礼拜嘛，咱较分偌侪时间互即件代志，4点钟。啊，毋过你讲吼，所以讲咱即摆的迄个对性别平等这个概念，咱拢无咧重视。其实嘛毋是，应该是讲回归到学校的
什么足侪物件拢是咱爱重视的，譬如讲交通安全要不要重视，也要嘛，霸凌也要嘛，啊，所以讲当今天什么东西都重视的时候，我们能分到的时间是不是就是一点点？所以讲其实这我感觉是一个咱爱思考的问题，对吧？所以讲其实要安怎解决？所以讲这其实吼，咱即摆拢用融入的，嘿。咱即摆有当时看到这种课哦，伊就是讲我足死的，伊就讲吼，譬如讲咱即节课，咱就是来讲哦性侵害防治，啊，所以讲老师的就是爱说所有的性侵害防治的，因为每一个老师其实想法无共，嘿，伊就去讲即个课。啊，毋过其实我感觉较有效果的做法，可能是咱即摆拢有咧教国语、数学上面，迄内底譬如讲有课文、有题目，迄内底其实是有一寡意识形态伫咧后壁的，所以讲咱应该是。针对这种，譬如讲，伫咧课本内底看到，譬如讲一家伙因咧相处的迄种行动，咱就会当顺续甲伊教讲，安那是一个正常的交流的状况，就安尼第一个袂开足侪时间，过来就是这个物件开始有效的，莫甲伊抽出来种哦，咱就是1点钟，咱就是要上啥呢？就安尼对老师的负担其实嘛是较少的。这教学的技术爱提升才有法度呢。就唔是每一个老师都有法度讲找到这个题材，啊，我有通做这个物件，明明咧教英文的时候，我甲你讲性平，应该是安尼吧？对啊，其实吼，老师融入的功力拢袂歹啊。其实教育就是老师的专业嘛，所以讲，这物件要怎么融入什么，其实老师拢开足侪时间伫研究这，只是讲。后来即摆咧实施的时阵，拢有太多迄种宣导啊，咱一定要做到安那，结果甲迄老师的时间拢分光。安那是啥物意思？啊，佫有 KPI 吼？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哦。其实咱会当看到就是量化数据上好看嘛，所以讲爱有相片。我是安尼吗？嘿，啊，我有宣导几个小时。啊，佫爱写对，啊，老师有去报名无？嘿，这嘛会叫啊。对，啊，这是较新式的啦。来，副理事长，你做这性平教育委员会的时阵，有建议讲教育当局讲，你莫做一寡，干那用这个 KPI 啊，干那写报告都写袂完。哎呀，像拄则讲的哦，其实较早教育部一定都花足侪力气，甲足侪钱咧。培育老师讲，你若是今日发现性骚扰、性侵害，你要安怎做？毋过其实即摆阮发现讲，老师其实阮的专业是教压，所以阮甲足侪力气花在老师爱知影讲，阮安怎在课堂上去教育。啊，拄则就老师有讲着讲，每学期每学期4小时，迄是国中小的状况。啊，高中以上他就没有规定每学期4小时。无啊，无啊，伊是融入式的方法。啊，为虾米是融入式？我嘛感觉安尼较有效的原因是。阮的性别无平等，甲阮的性别刻板印象，毋是咧课堂上互老师教出来，而是咧阮的日常生活中，阮每一届甲阮的长辈、甲阮的老师、甲人的沟通互动内底生出来。所以，阮无可能干那透过老师课堂上，阮就会使瓦解这个物件。阮无可能干那透过老师的课堂，你就会使教好学生仔性别平等。你是爱平常时你甲学生仔的互动，你甲伊讲的一句话，今日伊做啥物代志，你互伊的反应。伊去学着讲啊，原来这是性别平等，原来这是尊重。所以，阮感觉讲性别平等这件代志，伊毋是干那咧一直要求老师讲你安怎教，安怎教，安怎教，安怎教。其实家长、社区、规个社会，阮看待一件代志，阮好啊，恁仔学着啥物？恁仔是看着大人慢慢啊变大人。处理是大人是变啊，去倒去学。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好好一个。定定看新眼界啊，尔。这嘛是看新眼界嘛足好诶，啊，毋过这嘛是好好会使做一件代志，就是阮咧做，阮像这件代志发生了后，阮会使做啥物？除了阮为对遮个学生仔做了后，阮对家长阮爱做的是啥物？因为这件代志内底其实。不管是在甲咱头度的女学生，还是这个男学生，因为家长因做啥物代志，其实是完全看袂到的。毋过，阮本来就有迄个资源，阮有迄个材料，阮会使去家长教讲，你其实阮平常时甲恁仔教养的时阵，阮该甲伊讲安怎的话，阮爱互伊啥物反应。除了你爱互伊知影讲啥物是正确的性别平等的观念以外，嘛爱互伊知影讲。今日你若是拄着这件代志，你甲我讲，我会甲你接掉的，我会甲你讲，我会甲你处理安尼。所以我感觉性平教育毋是干那是学生仔的性平教育，是每一个人的性平教育。来，袂晓教囡仔，这家长是处理免啊。性平教育是
当然我就知影讲啊，日常生活咱来甲讲，但是有诶无一定拢有这个概念啊。啊，这个概念要去倒去处理，还是讲是慢慢来，还是安怎？还是讲爱去甲学校公布，敢有可能？从前面开始说，就是其实我们第一个事情是都亚东立中国小、国中，但是今嘛其实很多小朋友从幼儿园之前就关心，一家长就关心今嘛这块代志。为什么？因为今嘛幼儿园嘛会发生这种性骚扰、性侵害啊，有学生对老师的，然后老师对学生的，学生对学生拢有，所以家长就紧张哎，所以今嘛吼就我们嘛有做幼儿跟成人跟小朋友的性平教育，就得家长来找阮，然后请阮去上课，跟家长上课，啊跟家长谈论这些，啊我嘛引进很多国外的绘本或者是相关的性平的教材教案，我买下。啊，我们就是一个今嘛教育部它还没有完全的把这些资源准备好的时候，民间团体或像性平协会，我们就一起编了很多资源给家长。所以今嘛那是有关心的家长，因为找这寡资源、找这寡教材，伊是会当来找。因为大部分拢有啊，教育部嘛就努力地补充这些讯息。就网络顶头找有对。嘿，有，但是找有吼，卖仔细的看，伊是教的对还是唔对？嘛有一寡吼，就是教，阮感觉较无对的，比如讲。要安怎分辨？嘿，就是爱比较了解正确的知识。下面跟唔对，有时嘛就叫小朋友说，你就爱保护家己，跟那个幼儿园小朋友说，有人对你安怎，你就该怕，你保护家己。小朋友是没办法保护家己的，你看那发生事情，他就要赶快找大人帮忙，这是尽卡的吼。那这件事情，就像如果今天黄金葛事件的案子，他发生事情之后，他知道赶快找大人帮忙，而不是或者是他找了大人帮忙，这个人不能帮他，他赶快找下一个人，可能这些事情就会后面会解决。所以前面很多正确的方法是真的要透过教育。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讲，提前不要指国小之后上班呐吼，那个身体界限跟尊重别人，国小之前，然后家长会很关心啊。第三个事情是说，刚刚那个融入式的课程，其实现在非常多的老师都已经很了解了，怎么样在课程里面融入啊这个。但是对于这些老师，因为他一做老师的时阵没有学过啊，我嘛没学过对吧？啊，伊就师培课程现在也没有性平必修，所以就困难呢。那教育部现在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你新的考上老师的人，你都要修18小时，考上了你是正式老师，你都要先补18小时的性平学分，让这些老师以前没学过，师培过程没学过，他也可以有。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要给教育部拍拍手。那这样子，老师他在之后融入的课程，他就更简单。那另外一个是说，要让所有现场的已经进去的老师他还要补这些性平教育，对他来说这个资源有时候困难，然后老师也很累，所以我们以后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真正像比如说有性平专业的人，他是念性平，然后他补一些教育学分，他可以去学校帮老师教这些学生，他更容易。就是那些刚刚说的比较难的概念，刚刚一弟弟们讲这嘛袂晓安怎分辨，那找真正专业的人直接进学校去教，这是不小盟现在在推动性平教育几个大的方向安尼。我拢相信讲，咱人有善意，一体有一个善意，会当来提升咱整体教育环境吼。但是我还是讲，这君子之心啊，小人之腹吼。这系统内面，若是万不离来失灵的时阵，咱有啥物救赎的机制伫个吼？包括就讲。我个人要问讲，你国教署你二度发文退回，你难道袂叫电话讲你甲我来？我头有听咱即个蒋兄有讲啊，讲你若通报了20天，你也要回复啊。敢若咱咧做了客户的服务，讲4点钟才回复啊。你是安怎国教署讲，我甲你发文去即个分招飞去。甲你讲，嘟，佮甲你分招佮飞来，你2度发文2年外，国教署是咧创啥？安尼敢可以？这就是我讲的系统性的失灵啦。就是讲，你就无要无紧，因为代志足济啊，我就劝你。
我一直咧强调的是讲，我拢相信咱人性是善良的，哦，规个系统是善良的，但是君子之心，小人之腹，这要安怎系统有一个治错的这个机制伫的，尤其日本的角色，咱除了监察院来报告，但是监察院报告嘛等2年外，囡仔拢读高中去啊，咱都唔知影讲，这4个查某囡仔，伊的心肝是安怎想的，吼，啊，这个受害者，伊可能加强讲，哦，法院有赔我钱呢，哦，所以我是对的哦。啊，当初是安怎会安尼过关？好，啊，互伊安尼单独去过关，啊，无去遐讲讲，你安尼过关，那你可能会犯什么罪？其他的物件，我安尼可能安怎来处理？啊，罚这个老师10万块，这个系统性的失灵，到底是要安怎来？除了咱日本一直开记者会以外，其实我感觉吼，咱进教育部其实嘛都拍拼，咱有坑补坑啦。老实讲，就是对出坑啊，换来补这坑。按个按台湾教育吼，其实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地方自治。伊想要按找教育部，啊找国教署，啊有这个法文过，伊才袂使甲你过，因为分层嘛，迄毋是伊的迄个啊。迄是毋是伊爱做问题啊？比如讲，台中市教育局，这是因爱做的问题，因来找因处理啊，因袂使越过他们，袂使越级啊，因这地方自治啊，对啊。无，伊这是国立的啊。对啊，国立的就是爱刻出来啊，啊问题有在刻袂出来，高教，因为这是因为是大学嘛，按个大学下辖的国小，理论上啦，理论上吼，毋管安怎看，其实拢爱刻出来啦，其实。你即问我为虾米大家刻袂出，我嘛毋知。基本上，这是一个足大的坑啊！讲即个报告了，你讲报告刻遮久刻袂出来，你才会使去期待伊讲对囡仔的辅导会使做较好。我既然监察院就去甲你做调查，无监察院是凭啥物甲手存的去问？哦，监察院就来调查，你国教署敢无即个底气讲，来，清官行动。哦，大家来讲个清楚。那么来2年外，囡仔拢大汉去啊！啊，这个什么？哦，头拄仔佫未记甲你问，这个郭老师，什么叫修复式的会谈嘛？是毋是替代以和解来替代调查？所以你无调查，呼呼的，弄轻轻一拨就回到原来的样子，是安尼吗？其实这概念是真济啦。对啊，即马伫咧学校内底，其实对囡仔教育来讲嘛，拢强调正向管教，较袂像咱以前可能会想讲，好，譬如讲你甲我骂一句话，我就来告你诽谤嘛。所以讲，我可能看法官甲我判讲你要赔啥，还是讲你爱道歉，还是爱安那？伊即种可能是伊个较基础的概念，迄个概念可能是想讲，互咱两个关系莫因为即件的代志。然后有受伤，以后咱两个怎变冤仇人安尼？对，这是一个真袂歹的理想。啊，毋过我有讲过，就是理想这个物件，嘿，有当时啊，伊甲咱实际的情形无一定每一件代志拢会当合用，其实就是安尼尔。嘿啊，所以讲咱伫咧这件代志来看，后来的就是后续的这些事情，就是表示讲，这件代志伫咧。用伫咧这所在，可能无真正发挥着伊应该发挥的效果，对，所以讲后来开会有遮侪代志，对啊。但是修复式的会谈，在性平的专业内面，敢有这修复式的会谈？敢有？修复式的会谈，这个代志甲性平伊可能是无共的概念的。毋过即马是咧推动修复式的概念的原因是，像拄则主持人讲的。这个学生啊，伊判决出来，伊感觉讲，我赢哦，伊有甲我赔哦。毋过因两个之间，伊嘛是伊迄个冲突嘛是无解决，所以修复式的状况是讲，虽然法律是咧行，毋过阮两个阮到底阮之间的关系，阮爱安怎去修复？因为修复了后，阮才会使原谅伊，嘛原谅家己，嘛跟自己和解，迄个尴尬安尼。所以，阮即摆不管是咧学生爱的冲突，还是可能师生的冲突，我们都会尽量是用修复式正义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代志安尼。然后拄则主持嘛有讲到讲，为虾米阮的法律有遮侪漏洞？明明国教署就甲你讲已经发文吼，你遐久啊，你阁无启动。其实我感觉这个
问题要讲的是讲，阮的法律本来就是咧反映阮的社会即摆咧发生啥物代志，阮的法律本来就是咧看到啥物代志，阮才会出现即个法律嘛。所以讲，阮即摆即件代志发生，有漏洞，有困难。我感觉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啊！阮就会使转来去修正阮的法律，看讲，阮即摆为虾米我发文2年互你啊？你个安尼结皮皮，啥物代志拢无要做，安尼阮会使安怎去修正？去修正阮家己内部的机制，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阮来做修正。啊，除了修正了后，我感觉一直去逼学校，这个方向无一定是对的。你一定逼讲，你要甲物件交出来，交互我，你爱互我知影你做啥物。阮其实爱问的是讲，学校你需要啥物？你需要我甲你斗相共的所在是啥物？我感觉一直逼学校讲，你爱甲物件交出来，毋过你其实爱去了解讲，为虾米交袂出来？因为学校家己的文化、家己的制度、家己内底人甲人的关系就是上好知啊。所以，我感觉教育主管机关其实爱做的是讲，去辅导陪伴这个学校讲，伊到底需要的是啥物？为虾米我发问互你遐久啊，你拢交袂出来？这中间一定有困难嘛？无可能每一个人拢结皮皮啊，毋过到底为虾米你无法度互我回应安尼？我读这个调查报告，我的感慨是，我毋是讲要指责讲学校安全二处吼，我是一直强调系统性的失灵。就是讲这个系统哪会拢袂顶袂当，吼，甚至囡仔咧开始咧过歌、咧过数啊，这其实咧咧过数的期间，其实是上好来介入，讲人已经有一个来好改啊，来道歉啊，这显然毋是家长家己注意，就是校方有介入讲，大家夫妇的修复式的会谈，以和解来代替调查，安尼来处理掉。那么学校的立场是啥物？那会进前的无去处理，迄就敢若一个人捙着钱，啊在头前这集啊那个记起来，啊内面除落去北堂内面的都免处理，啊这就是系统性的失灵嘛。咱像这种系统性的失灵，咱是要甲陪伴啥物？基本这个问题啊，有2个，一个是金马性平法。对于延迟通报延迟调查这件事情是没有罚则，有罚则的只有这就是系统嘛，报名，只有保密，如果没好好保密，还有没有通报，是真的会有罚则。可是啊，但是我跟你讲，我嘛不是讲啊，你就爱处罚老师，爱处罚这行政人员，不是，因为学校代志真正就多，老师真正无法度啦，学校。他不是故，我相信伊不是故意啊，但是有故意，我们就来想另外一个办法。即马吼，就侪人去讨论讲，学校你该调查，甲把学校当法院呐吼，你爱调查这寡代志，爱处理这寡代志。所以不小萌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倡议吼，是希望说这些这块代志调查的代志，卖伫学校走啊吼，你卖叫老师去做这块代志，把这些事情移到地方政府，移到国教署，去成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专业的行政、校事会议、性平会议的这种调查中心，你把系统按那综合起来，专门有人专职专责人力去处理。安内吼，学校里有老师专心教学，行政专心做行政，调查你移到别的，就像我们会有行政法院一样，起码就是吼把这款代志拢叫学校去调查。我刚刚吼，我们不小萌刚刚安内是其实家长看了对老师也不忍心啦吼，因为像我们自己有一个。班上吼，老师就是他没有好好处理霸凌，班上同学就是 A 打 B， 然后老师没有处理这件事情，就是说啊，你们这个没有很严重，其实真的也没有很严重，结果这个老师就被告校事会议，啊就麻烦呢。那这个老师也很痛苦，他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啊，我刚刚安尼是唔对的吼，啊，这块代志应该移出去学校，啊，由县市政府来走。啊，这块方向有没有？幼儿园现在的这些事情就是县市政府来处理。啊，国小可不可以这样做？国中可不可以这样做？啊，我们觉得这个是教育部现在可以重新好好思考制度的方向，这样子可以解决你失灵的问题。日本恁感觉？其实我们讨论过这个代志呢。对，如讲既然学校的老师学校反映讲。这对因来讲，想过因要调查权嘛，因敢咪袂晓调查嘛，那不如吼专业要人来调查。其实我是支持这个代志的。只是讲你这要囥的对，你这个机构要囥的什么所在？你是要囥的教育部之下国教署，还是要囥的地方的教育局下骹？
还是要有第三方所谓的第三方公正的单位，比如说行政法人、社团法人上面基金会这种，还是要成立什么这种？我感觉这种在讨论，这是一个方向啦，就是讲会使减少学校老师因的负担嘛。其实我嘛是支持这个代志。郭老师，你认为？因为我感觉这若无赶紧处理吼，用到后一摆若搁出现吼，可能有囡仔会规个搁较重大的伤亡哦。对，当然是这种代志要较紧处理。啊，不过拄则两位有讲到，譬如讲，咱会当用迄个幼儿园的即摆处理的迄个机制。嘿，其实阮是阮的看法是较无共，因为阮也另外再成立一个专业的调查机构，嘿，伊内底若是无老师无了解，无觉察，对，所以讲伊有可能